继续来看这个电钱哦，确定要来调起咯。也毋过一般的家庭，若是一个月用电量伫个1000度以下者，保持原价无来起价。上主要是用电的大户调起15%，也毋过有6大用电的产业，包括农渔、食品、百货、餐饮、电影院甲健身房，为着要来弥补着因疫情的损失，所以嘛无要甲因起价。但是观光、旅馆、民宿的产业，无伫个档起的范围内是安尼哀叫，讲恐惊吼因档袂落去咯。公共厕所的灯和冷气我们都会关掉，冷气的温度它现在也不敢调太低啊，大概都是维持在25、26左右。无用到的电拢爱禁起来，因为疫情关系，旅游甲饭店业者拢了钱。国门未正开放，即马电火钱要搁起，真正是无米兼论贵。我们的机房的电器设备、电脑那些，然后加上我们的冷气是最大宗。那因为疫情以来到现在，一直都是处于亏损状态。那但我们没有列入这个冻涨的这个名单里面的话，对我们来讲真的是雪上加霜。业者叫苦连天，毋是无道理。即摆电火钱起价，主要针对用电的大户，高压特高压的用电的大户起15%，营业处用户1000度以上加出来起9%。考虑到民生经济用电无起，6大产业嘛无起，包括农渔、食品、百货、餐饮、电影院、健身房，也毋过观光旅宿业者无算在内，是讲嘛毋通当作讲起价是起伫用电的大户甲民生无关系，因为这个起价成本一定会随消费者来抵消。先来讲，逐工得坐大众运输系统，若起15%，百折一年增加3亿的电火钱，这个票价敢要调整？目前还伫算。高雄捷运同款面临这个考验，14年来票价拢无调整，这摆电火钱搁起价，哪来这个票价敢要调整？嘛是要搁研究。但是这2年来，也因为疫情的影响。到今年的5月为止，其实我们的累计亏损已经高达7.5亿。交通运输用电仍然还是给予调涨的话，是一个相当沉重的压力。所以要求在9月份的时候，台电必须提出它的供电稳定。你不要只有说你钱不够的时候要提高电费，但是你稳定度不够的时候，你跳电的时候造成的损失，你的赔偿老百姓是无感，甚至会痛骂的。既然电火钱花起落去，那呢送电嘛会稳定，使用者纳钱时1500元拢袂走闪，那呢台电稳定的送电，每分每秒嘛袂使停档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